的创办人郭台铭早起到屏东，一透早先参观石板的养殖，关心在地产业。郭台铭讲，政府做袂到的，伊来做。伊愿意帮渔民建立甲对话沟通的管道，牵线做生意。现场的记者佫甲问讲，是毋是会独立参选？是毋是会甲好友伊见面？也佫有伊的面册文章写讲，众志在我心，是毋是有啥物款的含义？郭台铭拢是笑笑无回答。记者来到屏东高东，了解石斑鱼产业。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真关心外销的情形。他们都已读不回，没有什么办法。我跟议长讲我也有办法协助你们建立对话的管道因为我本人是两岸企业家峰会的副理事长。渔民讲心声，过党的阿萨里答应讲政府做袂到，伊来做，愿意用家己的人民替渔民建立沟通管道，牵线做生意。面对产业的问题，过党的听入心，不过听到独立参选，好友期这几个关键字都悄悄听，无什么瘾。我们今天是看到这件事，要不要跟大家先讨论一下？功能有可能跟侯市长再碰面吗？大家小心哦，等一下媒体朋友后面有。会不会去看母鸡啊？前一暝郭台铭伫人民采起宾馆赵大江总志在我心为地破文章，访问到总志感受伊的意思，郭党的共款悄悄无息，说动作不断。即摆来到屏东参选，陪伴伫咧身躯边的是国民党籍屏东县议会议长周典伦，毛外界对伊的后一步加淡薄了解。论证郭台铭石斑看线和周典伦做位离开，中1点外钟的时间是安排无公开行程，虽然才出现伫咧东龙宫，若这无公开行程，敢有啥物重要的拜会，或者是和未来行的路有关系，望大家拢真好闲。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